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1日公司台记台在一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第昨昏公布有一个20多岁女性，A2预防下注射了后，才发现家己有新。5月初做产检的时，发现有新9礼拜，验个囡仔已经无心因，决定提掉。加上咱国内头一个有新的负人人，参像是注预防下注射出现不良的反应。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马在因果关系搁爱厘清。本土疫情增加，也互民众较想要做预防针。指挥中心初十公布新增加一个疑似做预防针了严重不良的事件。一位20几岁女性3月底做 A2预防针第一档，自进前1天有去验讲无新，验过资料4月中验出有新，5月做第2遍产检，囡仔9礼拜也无心跳，决定引产。这个个案她有怀孕了3次。那本身育有1儿，所以他先前有做过1次的人工流产啊。那不过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啊，就是说 A 疫苗跟自然流产啊，并没有一些相关。那我们国人哦，就是妇女怀孕啊，就是她的这个一般就可能的流产率是12.8%啊，不分年龄层。这是国内第一例做预防针了疑似产生不良反应引产的案例。指挥中心讲，无确定尸体是不是甲做预防针有关系，目前其他的国家是无看到相关性，因果关系也在调查。根据统计，伫即马做预防针了不良反应的事件总共有438例，其中410例是非严重不良，28件是严重事件。我担心啊，咱老人哦身体较歹，所以怕靠预防嘛。对大家好，对自己好，对不对？安全嘛，人家都不怕，你有感染，人家比较不怕。全台湾330间医疗机构，初十开始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公费做 A2预防针。新北的阿东边一早起就有人排队。我们为了要方便65岁以上的长者能够很方便的取得疫苗的接种，所以我们的规划是利用在门诊区的地方能够扩大服务，让长者可以不用预约，甚至可以随到随接受疫苗接种的方式，增加他们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扩大接种的范围。这边公费做 A2预防针也开放军人加国安单位、军事机关的文职人员。到初10早起为止，全台湾已经有超过9万人做 A2预防针。政府希望透过扩大做预防针方式，保护个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也有一个感染源等待调查案例。这3个本土病例，一个是接上乐福德饭店员工的司机，一个是华航的技师，另外一个是病例1105技师的厝内底人。疫情指挥中心即马烦恼华航内底应该有稳定的传播链，所以嘛宣布讲要搁进一步大规模检验华航的机组人员。华航机师间乐福德饭店群聚感染案，个新增加3例本土加一个感染源调查中的确定病例。指挥中心表示，1186例新乐福德员工接班车司机4月23到28，要分别接送过1128例加1129例，19配合入院健康计划去集中检疫所，当时采检、核酸检测加血清抗体拢是阴性。不过5月77出现发烧、咳嗽、甲落瀉，初步看医生采检确诊。1187例是本国籍40多岁华航查甫技师4月23到22，把即琴到美国4月25技师专案采检时核酸检测、血清抗体拢是阴性。5月7日把甲1783例坐9人座交通车，七日发烧，家己食药啊无看医生。初步被考虑是1783例国家隔离接触者，同日因为发烧采检确诊感染源调查中，1199例甲1200例是1105例共大家属4月1日是国家隔离对象，2人核酸检测加血清抗体拢是阴性，隔离期间也无症状，且到隔离期末采检确诊。他会载相关的员工去上班，那所以他有载过，4月23号到28号有载过1128、1129，那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认为是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被染疫。华航乐福特案件已经35人确诊，指挥中心也加严华航清零计划，前舱机组员全部调回检疫，后舱8倍长途航班，接触有风险的人也要检疫14天，相关人员伫进入社区进前，拢要检疫14天，期满采检是阴性才会使。
境外感染的风险，那加上在前一段时间在旅社里面可能的一个风险，加上在模拟机的训练，担心在华航内部是不是一样有一个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都察觉到的一个传播链在，陆续停飞14天了。华航也发出声明稿表示，清零在安置点零不是全面停飞，为保障产业平衡，调度航班以货运航线优先。短时间内，台湾进出口运营减少会影响货物运送时间，部分航班也会取消载客。记者综合报道。昨咱国内一困头就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甲一个感染源等待调查的案例。疫情指挥中心有公布，这个病例活动的行踪去过倒位，乡亲若是同时间有出入这个所在，就要斟酌观察家己的健康。那5月2日乘以1183搭乘同一部车到公司，是比较怀疑是1183的接触者。案例1187的本国籍40外岁华航的技师指挥官陈市长认为，对着社区的影响大，也同时公布疫情调查的卡列，因为个案在可传染期间也公共场所的活动数。5月3号6点半到8点在台北福华饭店7贤坝，那5月4号6点半到7点半在县老满南港店，那监测到5月18号。5月初3、初42天，分别到台北福华大饭店7贤坝，甲南港有名的中式餐厅县老满食饭。台北福华大饭店发新闻稿回应，初到暗时受到台北市卫生局通知了后，已经全面消毒。7贤坝暂时关起来，停止营业7天。而县老满南港店大门也打着广告，消毒停业中。业者回应，迄天只有2桌人客，而且南港店对5月70开始会暂停营业7天。有2桌客人，因为他们1桌是坐在那个沙发区，1桌是坐在靠窗，他们还真的很远。早上消毒1次，现在在消毒另外一个洗护消毒。不过，这栋大楼只有2楼少部分的所在是餐厅，主要也是上班，有未少业者来进驻，包含惠普、高铁这业者。其他楼层的员工知影，较真正卡列就是每天拢会出入，大门的管制边的餐厅，感觉是真不安。进出都是基本上要经过这家店，那我们中间一定也有可能有机会碰到。指挥中心也更新案例1184技师的家后的卡列，5月7日下晡大约3、4点，北到全联内湖的新混门市来采买。也不过全联表示，新混门市5月7日已经全面消毒，并且使用计划灯、室内杀菌，也有漂白水，卖场拢测过，强调拢有高规格来防疫。门市是照常营业。指挥官提醒，捌出入相关场所的民众必须自我健康监测。若是在5月18进前出现发烧，上呼吸道这症状，要赶紧到指定社区采检的医所就医。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镜头来美国是传出骇客攻击的事件，这是全美国上大上游油公公司移民者，伫顶礼拜5受骇客攻击，因为这间公司的客户真快，对德州到纽约的纽泽西拢有，这嘛致使美国即马上游是出现一寡状况。美国的总统拜登已经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嘛点名俄罗斯，讲这件代志甲俄罗斯有关系，俄罗斯嘛有责任。互骇客以网络勒索方式攻击，是总部设伫咧乔治亚州名叫做移民者的所有广线公司。美国东部时间初一拜5，业者发现油管的网络管理权被骇客提去，遂切断广线甲网络的连接，以保安全。也因此中断对规个区域的汽柴油的供应，到即马也未恢复。美国总统拜登最高宣布紧急状态，讲俄罗斯要负一定责任。I'm going to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based on from our intelligence people that Russia is involved, although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actors' ransomware is in Russia. They have some responsibility to deal with this. 移民者公司广线分布范围自德州产油的墨西哥湾沿海开始，经过南部加东部沿海各州，伫这个区域的市场占有率45%，也是美国上大所上油品的业者。美国国家安全府顾问讲，骇客会被看作犯罪分子。In this case, the ransomware that was used is a known variant. The FBI has investigated many cases of this in the past, as I noted, beginning in October. So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ensure that systems are patched and that cybersecurity is maintained at the level needed in a given network. 消息传出了，市场是出现惊吓性的买气，油价随起4%，也不过到收盘起码救到2%。专家讲，这边攻击未影响企业的经营跟绩效，除非是长期无法度恢复。Since this was announced over the Friday, over the weekend, gas prices have only increased a penny. Today's average is $2.96. Now that's expensive.
The last time we saw gas prices this high was back in 2018. And we do expect the increased trend or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gas prices to continue, especially with the impact of the pipeline shutdown. 除了联邦政府当前紧急状态收款，暂时放宽以油罐车行公路运送油品，上重要的也是业者深受法度伫咧代志发生5天内，也就是当地10月8日进前恢复广线运作。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自家人编辑。另外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咱总统蔡英文5月7日伫昨昏以录影的方式去参加第4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的实性会议，而且有发表演说。这嘛是咱总统蔡英文第2摆受邀请。伊表示，威权的国家野心真大，区域安全受到威胁，地区民主价值嘛同款受威胁。全世界民主国家爱团结、爱合作、爱共同守护自由、法治甲人权，才共同的价值来确保区域的安全甲稳定。Our government is fully aware of the threats to regional security and is actively enhancing our national defense capabilities to protect our democracy. In addition, Taiwan is working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to ensure safe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Let me assure you that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part. Neither external aggression nor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can weaken the resilience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 But all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must remain vigilant and united. Authoritarian states. 总统蔡英文讲，有一寡政权想要掌握资源控制别个国家，所以大家爱合作，维护全世界经济袂去受影响。总统蔡英文嘛讲到，世界卫生大会 WHO 甲其他嘅国际论坛，咱台湾长期拢互排除在外，无法度参与国际社会去分享台湾嘅经验。毋过就算是安尼，咱台湾做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嘅成员，咱台湾共款会出力去帮助有需要嘅国家。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伫5月20日要举行，线上报名的时间其实伫昨暗就已经结束啊。咱台湾无受到邀请，已经是连续第5冬无受到邀请。外交部表示，咱无放弃，会继续争取到最后。加上伫今年国际上支持咱台湾的力头比英国也搁较大，所以咱是保持乐观，就算23暗受到邀请，24嘛会赴参加。正常定时 WHO 受邀请参加线顶注册台湾时间7早暗时为止。进前 G7 外长联合声明发布参期间，即马就连匈牙利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也拢伫推特公开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邀请台湾参加 WHO。国际一直发声力挺台湾。外交部表示，今日力量比以前较大，对参加保持信心乐观。佮表示 WHO 会议是自时开始，就算咱23暗时才受到邀请，拢也过会参加。所以这个声量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声量。那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它要邀请的一些规定。那么我相信，当我们的能量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势力是挡不住的。也表示，美国提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之2058号国基本无处理台湾是国际支持台湾真重要因素，是不是？而且有帮协是其他国家伫世卫大会顶原提案，互台湾重回世卫。外交部也表示，今年会往这方向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是好天济云，咱来看云图。今仔日明仔载2天，各地同款拢是好天济云的天气，只有伫东半部甲过昼了后，各地头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的方面，东半部高温是30度至31度，西半部高温有34度至36度。透中昼的时，伫台南、高雄、外近山区也是好高，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8度。极端的高温出现，所以乡亲爱做好早日，唔通着山。这几天南部是热翕翕，连续出现高温，阁无落雨。伫闸门水库，即马蓄水量剩无6%，另外桃园的石门水库嘛剩无20%。这敢会影响新竹的用水呢？北水局是表示，若阵可旱愈来愈严重，会提早因应，目前并无调整的意思。南部连日的高温，但是除了月初收破梅雨了后，都拢无搁降雨，这嘛互闸门水库的脱水量是持续减低。而为了稳定民生，加也降水，
但最桥是引流1552万吨到乌山头来转存。放水了后，闸门水库的脱水率是大破0.6成，有效的脱水量敢若剩3045万吨，脱水率是5.98%，比乌山头水库的4106万吨搁较低。这是继去年5月份了后，再一次比乌山头水库较少，水情危机是持续当中。虽然说现在我们大水库的水量比乌山头水库还少，可是这个他们合计起来还是有7151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台南地区，我想我们到6月应该是没有问题啦。除了南部旱灾持续当中，北部的石门水库嘛大破2成，汤圆嘛已经实施减压供水。25月进入雨季了后，预计会有梅雨或者是5号的雷阵雨发生，应该当确保5月底进行供水是无问题。北水局是强调，汤圆目前水浸顶号维持伫黄顶，外界关心敢会影响新竹地区。北水局是表示，将会滚动式的检讨，若是旱象持续的扩大，会再公布对应的措施。水情灯号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因为可能最近的一个降雨然后做一些调整的部分我们都在日日的监看水情，会做滚动式的检讨。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水情灯号的调整，由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会去做相关的一些那个跟外界来做说明。那目前我们并没有规划要去做灯号调整。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报，5月下旬才有可能有大面积的降雨，目前是全台大欠水，嘛只会使呼吁民众平常时爱积极用水，共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市，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高雄一个50多岁人不时拢会扫，然后点点怪怪，感觉有物件。最近是伫头吐出来甲米病大粒，亲像白色石头的物件。去病院检查，发现伊是得着尘疥症，因为伊是做石雕的，长期有输石头的土沙，才会吐出来亲像细粒石头的物件。医生是提醒讲，尘疥症转做肺癌的风险悬出8倍。石雕师傅、外石仔也是装潢的工人，拢爱细致。来关心中国时报，咱台湾的科技产业最近有较发展。按算到2030年，咱全台湾会欠超过8万的资通讯人才。不过，立委讲，国内有7成的会需要工程、资通讯背景的人才，也不过这2科的学生囡仔，最近这10年拢是减真济。有学者即摆就建议讲，会使学英会提供公费来招生的做法，推出理工公费生来鼓励学生囡仔来读。来看联合报。咱驻香港办事处因为香港政府一直无核发签证，造成咱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甲单也派袂出去。目前咱驻香港的人员敢若剩8人，伫今年底因的签证会全部到期。上海状况就是年底关门。不过咱陆委会表示，咱会照期间继续向香港申请工作签证。张中岛一架对日本飞来咱台湾的日本航空 JL97 航班，顶头有60个旅客，其中有29个人是对印度来的，其中内底有3个人出现那亲像是感冒的症头，随伫机场做采检。另外，咱驻印度代表处已经有8个人去会着，外交部表示会赶紧寄伊封写过去，互因量查注写。70早起11点45分，为东京起飞往松山机场的日本航空 JL97 班机，转港桃园机场，机顶60个乘客，29个有印度旅游史的乘客最后落飞机，桃机启动检疫 SOP， 只要行过道马上消毒。为印度转来的班机有正常的采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完成采检44人，其中阴性39人，阳性2人，也有3人检验中。另外，29个有印度旅游史的乘客，其中3个伫14天内有症状出现，直接伫机场采检。所以这29位都在今天下午1点40分都坐了2台的防疫巴士前往这个集中检疫所去做检疫。印度疫情严重，台湾驻印度代表处已经用8个官员验疫，2个紧急到台湾看医生。外交部统计，全球外馆有52人捌染疫，其中44人已经康复，1个重症，7个人轻症，70外个官染疫，不过无什么要紧。
全球外管的官员甲家属有2514人，已经1062人注疫苗，目前有48国家应注疫苗，其中14个国家甲台湾有双边协议，也愿意斗3天注疫苗，不过有的国家无疫苗，所以外交部在研究要寄疫苗到部分的外管。能把疫苗寄在当地，寄去，由当地的合格的医生替他们施打。有当地合格医生，当然这还要经过当地国家疫苗的转送啊、寄送，还有就是冷冻的技术，这方面我们会去克服。印度疫情一直升悬，外交部强调，目前暂时未考虑关驻印度代表处、驻印度代表挂保险的坚守。目前对不是经手核心业务的同事，会安排甲家属赶紧回台湾，也要求驻印度外管要落实居家上班，除非受必要，唔通出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强要超过1.6亿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30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一棍头新增加1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199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6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300万例，印度超过22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5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4万例。即马全世界疫情上食来的算是印度，印度疫情大爆发，已经连续2天死亡人数拢超过4000人。有人开始呼吁讲，印度爱全国封锁，因为疫情严重，医护人员骹手无够。印度政府已经去找退休的医官出来斗3天。面对一直扩散的疫情甲强要崩盘医疗体系，印度国防部宣布请用400名退役医官，伫未来11个月支援医疗人员。现役军医是会伫线顶替民众诊疗。It seems that the virus is more lethal this time. It seems so, because the number of deaths have been a little higher than what we saw last time. 虽然伫过去1个月真侪邦采取较严格的防疫措施，但目前各邦实施封城加宵禁令政策并无统一，无法度有效防止疫情。对此，印度医学会反对派领袖甲最高法院拢向中央发回，要求全面实施，而且有计划的全境封锁。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证实，印度变种病毒是互疫情真紧扩散的原凶。The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that we see in India today do indicate that it's extremely rapidly spreading variant. 另外，疫情带走乡亲，地区无人照顾的新冠孤儿数量也哪来哪侪。根据印度政府统计，最近关系孤儿收养协商的案件数量单日突破2500件。We see that children are being orphaned. And we do see that there is a lot of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which is reported. Children go missing. Those systems are beginning to pick up on numbers. 当地 NGO 组织也烦恼，若讲新冠孤儿无得到妥善的安置，甲提供心理上的支持，恐惊对囡仔的身心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可能沦为人口贩运之下的受害者。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镜头来日本，日本进入第3摆的紧急状态，打算要延长到5月底。日本的疫情即马是较热烈，所以当地民众嘛开始咧反对举办东京奥运，甚至已经有超过30万人联署希望取消。No, no Olympics! No, no Olympics! 起了抗议票语100多名反对奥运的民众，就即个奥运有定场地，搁咧竞技场头前，要求政府停办东京奥運。まさかこんなにオリンピック中止の声が高まると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ので、でもそれだけ状況がコロナのパンデミックが本当にひどいということ。在日本疫情恶化，东京、大阪、京都甲兵库市的都府县，再加上爱知甲福冈2个县，甲第3届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底。日本媒体报道，伫台湾疫情愈来愈严重之下，平均每100万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9.6个人，比印度的15.5个人更较侪。
面对疫情拖到真严重，民众反对东京奥运的声音是愈来愈大。短短几天已经有超过30万人联署毋望取消。媒体特别新闻佮进行民意调查，其中59%的民众希望取消奥运，不过嘛有39%的人认为应该爱照常举行。对这民众意见，日本首相嘛头一届表態。私はオリンピックファーストでやってき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国民の命と暮らしを守る最優先に取り組んできています。そこは明言に言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部分反对奥运的选手，佮开始针对选手，亲像有查某游泳选手持将梨花子的社群网站，都有民众要求伊爱表态停办奥运，也是反对奥运，互真侪民众批评，要求停办奥运的人无应该牵涉到选手个人。另外，伫防疫工课面顶，除了注疫苗的速度无像预估的遮尔紧，佮发现有部分的县市乱用防疫的补助金打造观光雕像，像石川县2等顶就开2700万日票，差不多台票619万，打造真大的休息雕像，互民众批评。各种防疫的乱象嘛，正做民众反对办奥运的原因之一。公司新闻台上编译。缅甸军事政变超过100天，根据统计有780个人被军方杀害。本地大规模的抗争，即马是改做小规模的活动。若伫边境少数民族，也搁有武装部队甲缅甸军方的冲突是哪来哪食力。另外，昂山素季带头的全国民主联盟，即马有一阵流亡伫海外的国会议员，因为组织一个团体，即马互缅甸的军方认为是恐怖组织。缅甸军方2月7日以选举有问题，将民选的昂山素季政府赶落台，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当地监督团体统计，至到目前为止有将近780人死伫军警的枪下。逐天暗时，警察士兵每一户所在，掠任何伫眼中是嫌参加公民不合作运动，或者是想要影响政府运作人，所人个别人人自危。缅甸搁登起过去迄个军政府统治的恐怖时代。受影响头部射击，所唔知影革命其实伫心中是个反军政府诗人克时，七伯甲太太赵苏斗阵伫中部沙加因的碎步，互武装军警带走性命。赵苏找到对外表示，接到通知去病院看叶先生，毋过伊到的时阵看到的却是一个冰冷的尸体，而且器官阁互人摕掉。虽然而遭受死亡甲逮捕的命运，文化界人士甲有名人一直是缅甸反对军事政变一个重要力量。可是是政变发生以来第3个不幸死亡的诗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伫粗残的行动之下，最近转变做小规模的快闪活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武装部队甲军方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东部克伦邦的克伦民族联盟收留走去因土地的异己人士，各攻占军事要地。发动几啊摆的反击，北部克钦邦的克钦独立军，顶礼拜也阁将一只军方直升机拍落来，也阁几个团体支持反军政府运动，阁对少年示威者提供基本训练。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一阵流亡的国会议员组成的缅甸民族团结政府，以地下政府姿态宣布成立人民国防军，因伫七八互军方认定是负责放火杀人甲颠覆政府活动的恐怖团体。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巴西里约警方顶礼拜去贫民窟掠毒品集团，结果互相开枪，造成28人死亡，死伤惨重。警方强调讲，死者拢是乌道的，也毋过民众批评警方乌白讲。民众讲，死者有一半以上拢是无辜的老百姓。也有红色油漆的白色的椅仔抗击警察开枪杀民众。巴西第一大城圣保罗当地吹背有几落百人前街头求布条画卡号，并且互警察开枪拍死的死者讨公道。2月伫顶礼拜四发生当地自2005年以来史上上惨重的缉毒行动。期间，警方发动突击，查缉一个伫咧贫民窟接受儿童加青少年的犯罪集团，甲毒贩发生枪击了变做大混战，造成28人死亡。因为警方执法过程粗鲁，撞入去民众的厝内开枪，枪支甚至是射到附近轻轨列车的乘客。真侪人讲，死者内面有一半根本就毋是嫌犯。Não pare de nos matar, vida negra nos importa! E pra gente é um absurdo, chega, já estamos no meio de uma pandemia e assassinando cada vez mais os jovens, os pretos da nossa sociedade. 代志发生了到即马，2月警方议员讲，
除了有一位警察死亡，其他的死者拢是罪犯。不过民众要求警方提出证据，证明互因拍死的人拢是罪犯。而且就算有罪，为什么是直接该枪杀，唔是逮捕？里约人权委员会是讲，至少有13位受害者是枉死。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法金也怀疑警察的行为构成任意处决，已经要求联邦政府甲里约州的检察总长进一步调查。对于反弹的声音，总统波索纳罗是挺警察，最高伫咧推文时阵，也个恶露警方的行动成功，也批评媒体甲左派人士甲罪犯美化成这受害者。巴西警察执法错误唔是第一遍，去年里约就1245人被警察杀死。今年敢若是前3个月死亡人数就453人。公司新闻是婉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美国甲法国今日开始到5月17，要伫日本九州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嘛是法国军队头一摆参加日本境内的军事演习。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今日访问着讲，伊敢要争取秘书长连任，伊是无正面的回答，敢若讲目前会专心咧阻挡病毒继续传。来看世界卫生大会日时要举行，咱台湾无受到邀请。咱卫福部长陈时中伫西班牙主流媒体《道理日报》内底投诉，报纸是以全版刊出咱台湾会使斗相共的内容，望 WHO 遵守愿景，互咱台湾去参加 WHA。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国防部打算要废除国军团防卫指挥部的名，敢若保留作战区的编制，按说明年要开始实施。改制了后，国军会正式脱离迁来台湾了后的军制，全拢改名。国防部想要废止国军团防卫指挥部名称，敢若保留作战区的编制，包含组织甲指挥体系拢会有所调整。国军也正式脱离来台湾了后沿用到即阵的军制。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联合作战是国军一直以来推动的重点。陆海空三军在各作战区都有，所以我们就朝这一方面去规划，把它改成这个作战区，这样更符合作战区指挥官可以统筹运用当地三军的这个期望，我们有这个规划。国军即阵有5大作战区，第一作战区是陆军平湖防卫指挥部，第二作战区是陆军华东防卫指挥部，第三作战区是镇守北台湾的陆军6军团，第四作战区是南部陆军8军团，第5作战区是陆军10军团。改制了后，作战区的指挥官就亲像连参小总长，也无限由陆军来担任。学者认为，对着战场的管理甲联合作战是有帮助的。改成作战区以后，让每个作战区指挥官他有个概念，他就是连参的一个小总长，以这种概念去推动他的工作。不同作战区的指挥官就可以用手头最适合的兵力，予以拒止跟反制，又缩减这个反应的时间，发挥快速反应的战力。对了，是不是明年就开始来实施？邱国正表示，国军也伫建议编组的方案，目标定伫明年1月7日。不过，爱看什么时阵才好完成一切准备。不过，一定会有配套的做法，会努力和国军长密切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经评委调集人赵应公的后生赵介佑是洪亚公本地伊伫花莲加角做替代役，做无偌久就调转来北投区公所。替伊办的行政人员就是牵涉马英九做市长特别会案件罗美凤掠去关的伊文。伊文昨昏有出面强调讲，伊一切拢是依法办理。台北市长郭文泰到市会专案报告，面对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评委调集人赵应公的后生赵介佑牵涉毒品这案件，各被别刊原本伫花莲加加做替代役，所以紧紧调回户籍所在地北投区公所。协定的承办员就是过去牵涉前台北市长马英九特别会案件入阁的伊文。3天短流程居然就可以完成批示了。他也不是最快的，比他快的还有苏格。逃兵逃几次，我服完刑之后，我一样调职就可以调职，而且调回我家离我家4分钟，你没干嘛就好没吗？这中间有没有人特权介入？有没有人关说？向您报告，没有。编辑局再三保证绝对无关罪，伊文也亲身出面解说，未去了解申请人背景。台北市编辑局也是接到疫政署的通知，才开始办理后续作业。伊文强调，家己经会去考验。在我这里没有所谓的加快跟不加快，
对，我都是按照规定流程在做，对，不会说因为有特殊背景或特殊原因，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考量的因素，对。2008年4月，因为加入马英九特别会案件，马英九被判无罪。迄时阵做市长设秘书的余文，因为假造文书，这罪嫌被判有期徒刑1年。今年6月入监服刑10个月了后，得到法务部同意假释。2009年4月出监了后，7月31日重回市府，伫殡仪局做助理员，目前是升做业务组长。只不过因为调解以为案件，搁接受警方处的调查，关系保证结果一出来，就会向社会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茶山有真侪台湾高山啊，有民众发现讲高山啊着含这互铁虎压断手指头啊。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是表示，伫国家公园内底禁止拍蜡，若准掠着违规者爱食罪，可能嘛爱互掠去关。这只狗仔趴伫个登山步道，脚佫拖着铁虎，看起来是真可怜。西北中道伫高雄寿山的登山步道，爬山的人看到这个情形，赶紧通报互相关的单位，养过狗仔随即就离开。第二天，动物团体去看，看到狗仔虽然脚已经无铁虎啊，也毋过脚趾头也断去啊，断甲见骨咯。每隔1-2年或几乎每年都会有发现说这种被捕兽夹夹断手脚的状况，有时候是不一定会脱形出来。在这边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有猕猴脱形。捕兽夹出来，动保团体表示，指头断去对狗仔来讲，可能影响爬树仔的能力，会继续来关心。而爬山民众听到这款的消息，有人认为应该设法解决狗仔伤罪的问题，有人认为爱甲动物和平来共处。保护太超过了，虽然是残忍没有错啊，比较不好。这样对动物的话也是一种伤害。如果你不去喂食它，其实它不会去伤害你。这步道在寿山国家公园范围内，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也谴责这款行为，并且指出国家公园内底袂使炸，也是持有这铁虎，也袂使拍蜡野生动物。违反的话，那就是要依国家公园法裁处新台币3000元的罚款。那他情节如果重大的话，那移送法办，那依照规定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高雄市农业局表示，若是以铁虎这物件来伤害狗仔这野生动物，不管地点伫倒位，也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而且依法罚6万到30万块，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真侪民众的口罩会互诈骗集团摕去利用，全家己变做共犯，拢唔知影。司改会昨昏有专工到国家人权委员会去侦情。司改会是表示，欢迎对故意犯罪认定拢无一个共款的标准，可能会害一寡较弱势的受害者无才调替家己辩护，转颠倒爱食罪。年初一位林先生因为就网络买手机资料无丢伫，互诈骗集团摕去买游戏点数，变做诈骗人头，引起警方的注意。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甲几若位律师讲，这几档有真侪民众拢拄到这种状况，而且去到法院，佫会拄到另外一种压力。当时候我在法庭上跟法官辩护的时候，法官竟然以说，这种人头账户的案件，法院通常90%几都判有罪，因此来劝我的被告要认罪。捌替这类被害者辩护的律师黄明典表示，庭书上法官应该先要求检察官来举证，被害者到底敢有犯罪意图，民众无势力哄骗，无代表就是诈骗集团。因嘛记得有民众口罩和红色借去用，但是红色纠集哄骗，落尾法院煞认定红色无罪，颠倒就的人有罪，认为法官无徛伫受害者的立场，用系统性的思考方式，明显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的实务从来不去认定这一些人为什么要提供账户给别人。那提供账户给别人，是不是当人就有帮助诈欺的故意？是不是当人就有洗钱的故意？司改会认为，司法实务上，法官判断民众有罪认定受过人，造成真济弱势被害者无法度替家己辩护着认罪冤案。伊嘛特别准备订正书，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来订正，希望委员会当介入调查过去这案件审判正当性。检察院是表示，会将案件转交予委员，看续落来敢要介入调查。记者陈雅文、曾派文台北报道。
嘉义中港管理学院进前传出要停办，中港学生即马烦恼讲，教育部原本毋是答应讲会当互因伫咧原校毕业，即马可能会变空嘴报之。昨昏出来游行，要求教育部爱照片照行，嘛毋望嘉义县政府会当协助保障学生的权益。原校毕业，原校毕业，校产归公，校产归公，咱拢伫遮，咱拢伫遮。学生甲老师做游行队伍，邮布条来到县政府。来自嘉义地区的大学学生代表、甲台湾学生联合会、高教工会等关心受教权的团体，拢来到嘉义成员渡港的师生，请教育部万请同意渡港的停办计划。学校到现在还有教职员在告诉学生，说到将会要申请停办，都是教育部害的。董事会他其实也是很无辜，也有老师告诉学生。如果你参加了今天的游行，你就会毕不了业。我大概是希望就是可以原校毕业。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至少就是教育部要有安置的作业这样子。嘉义县私立渡港管理学院去年雄雄宣布要停办，不过去年和教育部动来了，今年4期董事会又重新申请，今年要停办。来成员的团体讲，希望教育部遵守当初的承诺，也希望县政府出面倒三角。刚刚老师有提到，稻江的财务状况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你凭什么拿这些老师、国家、民众所滋养你的这些国有财产，去做你自己盈利的一个事业跟工具？渡港今年4年的学生毕业了，23年的学生只敢若剩70多人，会互人牺牲。学校回应讲，停办计划伫咧教育部正式决定进前，会继续办学，保障师生的权益。县政府是讲，私立大学目前依法受教育部的监督，校产管理的问题会配合教育部最后的决定来做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台语作家听铁叶用台语散文诗记录台南公园的故事，甲丰富的生态资源。伊嘛甲这个内容出版做台语的有声册，佮找绘本作家出版台语绘本，也佮邀请歌手谢明佑来斗配甲配音，来做伙来看伊对台语的热情。阮袂孤单，等春天若到，金龟会飞转来，讲出一年的笑脸。念出水气的台语散文诗，台语作家听铁叶，甲伊对台南公园的感情和观察，结合居民的故事，写作迷人的台语有声册，精研1世纪台南公园。伊佮和画图作家洪秀贤合作出版台语绘本。另外，伊也邀请台语歌手谢明佑为这本有声册吟诗配角，进一步推广台语文化。这本的文字它因为比较描写比较细致。还有深刻的一些情感，它比较抽象，所以我用黑白的线条，想要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听铁叶的老爸是外省人，所以虽然伊伫台南白河大汉，却是一直到做兵，和讲提供台语，才知影台语的水。伊就安尼拍拼学习，考调认证。做台南社区大学的台语讲师，伊伫服务台南公园的过程当中，熟悉住伫遮的在地民族，发现有居民自出世、读册到食头路，一生拢和台南公园有正密切的关系。这也成做是听铁叶写这本册的动机。这本册主要就是会当传达台语的讯息，互大家人会当去学台语。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咱的台南公园散步，会当用这本册来做导览。会当互咱更加认捌咱台南公园的水。诗是代表树木的一年四季的这个开花啦、花谢啦，过来就是咱人的心情。甲诗透过植物，甲伊的心情，甲共同甲写出来啦。听铁叶也捌出版过台语的囡仔绘本《嘉南平用的珍珠》，得到虎城文学奖。伊伫咧拍拼创作。对台语和土地的真情甲真爱，一抓一抓刻伫伊的作品内底。记者综合报道。那苹果 Apple 公司伫今年正月有伫官方网站公告讲，伊要找台语练档的工程师，要训练手机内底 Siri 讲台语。不过台语老师是表示，台语上大的特色就是变调甲腔口，资料库要建立，爱用一寡时间来累积，所以要学 Siri 讲台语可能无遐尔简单。Hey Siri， 你会说台语吗？
你咧讲啥物？我听阿毛。即摆苹果基金助理 Siri 小姐台语讲无啥认同，毋过未来要用台语请伊倒找路、报天气、写备忘录等等，应该拢无问题。今年1月份，苹果公司伫咧官方网站宣布，请日本约克哈马团队找会晓台语的工程师，要训练 Siri 讲台语，提供更较在地化的服务。毋过要建立一套周全的 AI 语音助理系统，对腔口差、声音甲文字的辨识能力，也有大量数类资料库的建制，拢爱斟酌。语音辨识系统的词汇大概是1万到100万之间的词汇，根据现在网络上的资料，然后找出一般台湾的使用者最常用的词汇来做收集。那比方说英文，我们大概都会用10万到100万，那中文可能就差不多10万个词汇。其他语言较无相对复杂的变调的状况，所以你若无用句来输入的时阵，电脑伊所接收到，那假使拢是词，伊无法度去分辨讲一般讲台语的人，伊咧讲规句迄个声调状况，伊无法度分辨。人的体内有70%拢是水分，水分补充量有够，才会当维持身体机能的稳定。做台语配音超过10年，也捌录过台语语音助理的叶小姐表示，录这种语料，声音的稳定性真重要。毋过替换思虑甲寻求的空间较少。伊无爱你有啥物情绪，伊嘛无爱，伊嘛袂当讲你去调整伊的内容，你爱照还照念。所以讲，你袂使加啥物连接词啦，还是讲你有啥物去改伊的顺序，所以念起来较碍叫。即摆 Siri 小姐有21种的语言服务 ，Google 助理小姐有超过30种，毋过拢约无台语。语音工程师表示，对收集录音档到初步建制完成，爱几多个月，后台嘛佫爱定期升级，增加新的思虑，提升判读的精准度，才通有佫较优质的服务。记者阿明金、郑海文、林福凯台北报道。在镜头来中国，最近伫中国四川抓到一寡无人性的业者，甲一寡狗仔囝、猫仔囝装伫箱仔底，透过电商平台卖互民众。民众会收到啥物款动物毋知影，就亲像咧抽礼物共款。严格伫纸箱仔底关伤久，有一寡动物已经强要无气，安尼糟蹋性命嘛引起批评。中国成都的爱一家动物救助中心找3报名啊，查到一台快送物流车，伫内底发现160个假做一般货物，实际确实得到细只猫仔狗仔长途配送的包裹，随即向官方通报。一寡动物长时间防风着，滴滴哔哔的枪箱内话已经伫要无开，现有像网哀叫声音。义工赶紧将底仔拆开透开，互因补给水分葡萄糖了后，送往临时安置地点。不过也是有4只猫仔狗仔不幸死亡。根据调查，这批动物的发回地点是成都3菱花鸟市场。快送单显示，送回地点包括桂林、兰州、昆明、广州、深圳等地。2-3天的运输过程，动物未当食啉，产费困难，真无人道。代志伫网络上真紧炭烧，引起众人的愤怒。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测试伫官方微博破文，批评一寡人的快乐建立伫动物痛苦甚至失去性命的基础上，是背离人性的行为。负责运送的中通快送伫测试案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暂停即摆违规收送会的成都合肥池配送站处理物流，也将旗下四川省管理中心负责人停职，配合官方调查。中国的邮政法甲动物防疫法拢禁止随意运送活体动物。不过，宠物盲盒伫中国已经毋是新鲜的代志，捌伫电商平台创下几啊千件的销售记录。卖家以珍贵有品种的猫仔狗仔，就人客用价计数博缴。不过，动物伫运送途中就死亡，方随意单调案例未少，将性命当作囡仔咧耍，欠尊重，早就引起批评。这摆事件也促使网民大声要求当局严格查缉落实执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厝内有一寡物件无细致，就会害囡仔着伤。美国有一款卖价真好的走标机、慢跑机，短3礼拜就发生72件意外，嘛造成29个囡仔着伤，阁有一个6岁囡仔不幸死亡。业者日本对消费者的抗议拢无要义，后来发现代志愈舞愈大条，即马是宣布要调回这机器。最近伫美国造成囡仔死亡的，就是健身器材公司派乐腾生产的跑步机。
这段影片让看到一个囡仔为了要捡走入去泡泡机踏板下骹的球，规人互机器卷入去。好佳在囡仔家己佫爬出来，规过程互人看了真惊。像这种情形的案件已经发生72件。 2.5 weeks ago, when we put out our warning to consumers about the Tread Plus, we were aware of 39 incidents. Since that time, the number has almost doubled to over 70.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讲，伫这个案件内面，包括29岁囡仔骨头断去、侧壁伤、脑损伤，上严重的是一个6岁囡仔死亡。 也发生过猫狗互伊卷入去。伫顶个月17，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对外警告讲，这种泡泡机有致命的危险，讲厝内有细汉囡仔甲饲猫狗的人莫阁使用。业者一开始讲因的产品真安全，不过意外案件愈来愈多，业者总算道歉回失的，调回两款有问题的泡泡机。The fact that there's no guard in the back of the treadmill, and the fact that the height off the ground is a little bit higher. These are all factors that could be contributing to the risk of adults or children or pets or objects being pulled underneath the treadmill. 派乐堂2012年创立，主要产品是飞轮车加泡泡机这款健身器材，亦个搭配线上直播的健身教学课程。伫美国疫情封城的期间，股价的需求增加，销售真好。去年第4季就创10亿美金的营收，是2019年同期的2倍较加。 去年股票起超过4倍，不过调回泡泡机的消息，互股价跋要到15%。业者讲，原价退款的调回作业会一直到明年11月，同时也会开始改善产品的安全性。公司新闻曾回并编辑。环境爱关心，来关心伫太平洋才会看到的海鸥，竟然出现伫地中海。 这是伫地中海发现一只找无路的海鸥，即马科学家研判讲，应该是气候暖化、气候变迁、北极的冰洋气环境改变，才会害伊找无路。另外，伫英国的伦敦，是有一只细只海洋仔囝靠搭，救援人员用4点钟的时间去救。Oh my goodness! That's a dolphin. 大家就是海猪，其实是海鸥，是小须鲸的幼婴。 礼拜下昼，唔知为什么受入去泰晤士河，最后掉伫咧伦敦西南边一个水门的通道。救援人员发现了，先甲伊喷水补偿。尾啊天愈来愈暗，看的人愈来愈多，救援人员决定用救生船甲伊斗3工，包括皇家救生艇协会、消防队加海军的人员拢来斗3工。这只细只海鸥可能是惊到，身躯尾流一定海。 救援人员是母龟半步，这架救生船潜伫咧伊的身体下骹，长期了甲伊搭起来，搁再用救生船甲伊送去安全的所在。规个过程是母4点外钟，民众看了真唔甘。Although it's very exciting, it's still very upsetting. 这种小须鲸一般拢是伫咧北大西洋，这只细只海鸥行唔着路了，敢若有受伤，专家将会看伊的健康状况，才决定是毋是野放。 另外，伫地中海有一只同款行唔着路的2岁海鸥小灰鲸，伫法国南部的海峡被发现，离伫咧太平洋的自然栖地真远。科学家讲，有可能是全球暖化、北极的冰洋气、太平洋加大西洋之间的通道变较侪条，伊行唔着方向。Aujourd'hui, et on pense que la baleine, cette jeune baleine, s'est trompée dans sa navigation. Et donc, au lieu de descendre le long de la côte du Pacifique, elle est descendue le long de la côte atlantique. 科学家讲，这只差不多2岁灰鲸是自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搁再沿着摩洛哥沿岸伫咧游，经过意大利海峡了，搁到法国的南部。即马以一天80到90公里的速度，驶向西班牙沿海地区，敢若是伫咧找出口。伊北河希望低调的，好加在家己走出来，不过伫咧地中海找无食的愈来愈少。 On peut espérer qu'elle sorte de la Méditerranée par le détroit de Gibraltar d'ici quelques jours et on verra si d'autres structures comme la nôtre ou d'autres scientifiques l'observent dans d'autres eaux, on pourra. 这只灰鲸坐落来，只要会当通过直布罗陀海峡，闪过来来往往的船，就有机会走离地中海，找到返去厝的路。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辑。天气报道在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至3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